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新生活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
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今仔日敬拜，咱咧敬拜头前呢，咱先用一首诗歌来学了咱的主。上帝用你囝用伊的疼爱包围咱。上帝的囝要用伊先知，甲伊囝来包围你，伊要将你的心，互你满足。伊要担当你一切关路，受所平安的前程。当你你心命中，互你完全。咱来奉耶稣。
做伙来读诗篇88篇23章。上主啊，我有对你祈求，早起时我来祈祷，会透到你的面前。这是要来做感恩，甲真多的祈祷。咱感谢咱的天父上帝，因为伊用永远的听来听咱，伊亲自用咱人为来显明，互咱通超找着伊。但是咱拢带着有罪，咱本来是无配甲主相合到底，但是因为主赐予咱耶稣基督做咱的拯救，耶稣赦咱的罪，互咱通勇敢无惊吓来到主的面前，透过敬拜甲主相结连，咱来天父上帝阿乐，也来感谢天父上帝，咱做真多的祈祷。我感谢你，因为你用永远的听来听我。你是大权能的主，你创造宇宙万物，你也定义阮的生命。主，我一届要到圣殿来，要求你来赦免阮的罪，求主耶稣，主耶稣，你的保惠，我一届洗清，食空愿，我一届通借着来甲圣殿中间的敬拜，甲主结连，我一届来甲天父上帝面前。得到你的祝福，甲保守大名，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咱来做义地甲头房的祈祷，咱要来求主耶稣来成做咱灵魂的主，来成做咱思想的主，感情的主，义地的主，身躯的主，做咱全人的主。咱若是有白疼的，请通换你的手伫你胸坎，还是伫你白疼的所在，咱来主来祈求，求主来透放咱。互咱对咱的病痛中间，通得到透放，也咱心肝内来受一寡不足八百的，求主你的信心，求主的信心，咱内面用属天的听来听咱，互咱教野的开力来赦免饶赦遐得罪咱的人，也互求遐咱所得罪的人，相信来饶赦咱，然后互咱伫主的家庭内底，通相交和好，见证主的条件中间，咱是来祈祷。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你就伫阮中间。这时我要举你的名高举主的名，求主来做阮灵魂的主、思想的主、意志的主。阮将阮家己身体的病痛，也是将阮思想的一寡捆绑，拢交托主。求主你来透放阮，互阮重新搁得到喜乐、自由。伫你面前来得到永远的生命。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过来，咱要来做主日守望的祈祷。咱要为着今仔日的服侍团队，为着牧者，还佫为着中职团队，还佫为着这场礼拜所有侍奉的同工来祈祷。求主的恩膏赐落伫属天的气力甲权柄，互咱服侍的人会当伫这场礼拜中间应当主，有人得到利益。过来，这礼拜呢，咱要特别为着宣召咱伫拜510月31号的暗时。这个60周年的感恩音乐会，宣召后礼拜就是咱60周年的感恩礼拜，咱要求主来保守，互咱伫这个真受祝福的这个嘉南教会这60周年所有的活动拢顺遂，特别伫搁刷出来，这个上重要的这个礼拜中间，大家备班拢通真完整，求主亲自来带领咱中间，为着这个祈祷，天父上帝啊，感谢你。圣神甲阮三个弟弟，但从我今仔日的敬拜，大学师拢通顺遂，也要为着续接过来，阮的60周年的音乐会，也搁有后礼拜的感恩礼拜，求主你拢一路来引带，互阮
阮当因跟主见证主你伫阮家人教会60周年来所建立的大家兄弟姊妹的三教团契，阮恭敬交托主，咱来祈祷，奉靠主的所的名，阿门。斗阵咱用主祷文来斗阵祈祷。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食，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请咱做伙来吟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请起立吟全首。我
创造天地万物主宰，有大权能，有慈悲怜悯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无条件的疼，无论阮做了啥物，你拢毋捌离开来去杀阮。感谢你，无论阮伫顺境，还是伫逆境，时时刻刻拢伫阮的生命中带领阮经历遐个境遇。感谢你的话语来帮助阮，赐予阮力量。感谢你将阮的心灵对病痛中来讨放。感谢你赐予我有能力，拍开阮的双手，帮助有需要的人；开阮的目睭，看见阮兄弟姊妹的需要；拍开阮的耳孔，听透因悲伤的心内话；拍开阮的心，去听受伤甲迷失的人；开阮的喙，去宣扬你的疼。主啊，阮伫你的面前谦卑认罪悔改，阮有时无专心，有时意志无坚定，有时冷淡无疼，袂记你的恩典。求你赦免阮的软弱，洗净阮一切无合伫你欢喜的行为。求你赐予阮一个清洁、谦卑、顺服你的心。主啊，阮也为着教会济事工，60周年的音乐会，甲感恩礼拜，逐项的活动来祈祷。求主你赐予牧师、长职甲同工有智慧、有学艺的心。无论伫筹备、安排、流程、甲节目、甲接待，拢得到顺利。愿一切活动拢会当荣耀主你的名，也愿阮家人教会会当成做主的平台、主的光，会当来照这社区，祝福众人。也恳求主使用柯成凯牧师今仔要宣讲的讲道，会当互阮对信息中得到活水，啉到伫阮的心，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改变阮的生命，互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启示，得到更新。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信息后面启用文第8篇，就是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互我新的开兰，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听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咱即时要请萨克斯风团来为咱献诗。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以弗所书1章15到20节。以弗所书1章15到20节。因为安尼，我一个听到恁对主耶稣有信心，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就为着恁不时地感谢上帝。我伫基督中孝念恁，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赐圣神，互恁有智慧甲启示，通认捌伊。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互恁通知伊宣召恁来得到愿望是啥物。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原尔丰富。咱伫咱信伊的人中间，得运行的权能原尔大。伊有运用这个困难，互基督对死人中国活。搁互基督伫天顶坐伫伊家己的正边以上。这是咱请柯成凯牧师来讲道，伊是咱嘉南教会进前的社区牧师，即卖是文山教会的主任牧师。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跨步向前行，跨步向前行”。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搁到咱中间，甲咱三个来分享。嘛感谢陈牧师以及咱小会员接纳我，会当搁一届转来甲大家做伙见面。感谢上帝恩典，互我伫2009年一直到2016年的年底，伫咱中间甲大家做伙同工。互我伫这7年外的时间，伫遮服侍学习。过去伫陈志林牧师的下面，互我学习，伊会教导我怎样成做一个好的牧者。感谢陈牧师过去伫社区的事工，拍了真好的基础，互我伫这个基础中间会当继续发展这个社区的工作。嘛感谢历任下遮的长老执事，互我会当伫信仰顶面来成长。所以感谢大家的照顾，嘛互我的家庭、我的囡仔，互因会当伫即马有一款的模样。搁一届感谢大家，所以伫今仔日特别要为着咱嘉南教会60周年的即个庆典，写了短短的诗。虽然我无亲像文成长老遐尼好写，因为我无法度用台语来写，所以较定容忍我用华语来读这段，祝福大家，祝福咱嘉南教会60周年庆典的好事。江南美地主预备，南北东西俱此处，教导百姓来信主，会众合一做主公。设立教会传福音，教育传承不停歇，60、100倍结果实，十字架上显主爱，周周同心来敬拜，年年数算主恩典。愿祝福咱嘉南教会60周年，一切拢上帝荣光伫这所在，咱同心来祈祷。全天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搁一届主持伫你的面前，同心来敬拜你。愿主亲身看顾，互阮领受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美娘，帮助阮，互阮继续跑走伫你为阮备办的道路。这时刻，恳求圣神运行伫阮中间，互阮明白你话语中的启示。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60周年是一个值得庆祝以及纪念的日子。我回想10年前，真正有幸甲大家参与伫嘉南教会50周年的庆典的中间。当时通过中级同工，因迄阵有产生一个异象的标题，
毋知大家还会记得迄个标题袂？我昨咧问青年拢毋知，因为拢少年。今仔日咱有侪，其实都应该可能还佫有伊啊淡薄仔印象。即个就是迦南50，一样是用华语哈。迦南50，相传永世，兴起家光，万人服侍。这是50周年庆典的时阵，咱的标题。伫今年60周年的这个时刻，咱敢有已经完成了50周年咱定的这个标题的目标吗？也是讲咱已经有准备好要进入到下一个新的世代啊吗？伫今仔日以弗所书甲大家分享的以弗所书的标题主题是上帝伫时机成熟的时阵。要完成的计划，就是要互天顶地下一切所被造的，拢爱归伫基督，掠基督做头。那安尼咧看的时阵，照以弗所书伊的标题咧讲的，我想要提醒咱的是，无论咱所思考的，咱所计划，拢爱掠基督做头。拢爱伫上帝恩典的内面，咱爱完成救赎计划的功效。虽然以弗所书有侪圣经学者会认为讲，伊毋是保罗亲手所写，是有人代替伊记录起来。总是无论这张批是毋是保罗亲身所写，依然有咱爱去学习的所在。那亲像约翰加利文所讲的，伊讲伫所有保罗伊这批信中间，约翰加利文伊讲，我上介意爱就是以弗所书，所以这张批会互加利文遮尔件意爱看重，有可能是因为这张批信主要咧探讨有关教会的这个问题。伫保罗的思想中间，伊讲到教会的头就是基督。也就是基督的身躯的头，伊咧比喻这个头甲身躯这两个的关系时阵，伊用婚姻做比喻，那亲像翁仔某共款是做伙。所以当约翰加利文伫日内瓦咧重新整理建造教会这个过程，以及伊咧运用教会后壁来的力量。到咧伫即个瑞士的改革的时阵，互百姓人民的对生活、对信仰的态度，嘛有一个转变伫咧。所以伊对以弗所书伊真重视。所以当咱要搁一届来读以弗所书的时阵，咱爱明白保罗对建立教会爱用基督做头的即个期待，咱来了解。咱对第1章第1节。咱会当看到这张批信的一开始，保罗是用一位使徒的身份来讲的。伊讲到我奉上帝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保罗伊用这句话是要点出使徒的权柄，以及要求教会爱准备好，就是要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因爱知影安怎去执行，来安怎去遵守上帝所交代的事。保罗会安尼讲，是因为伊看见过国外的基督，这个是保罗伊受调的基础，嘛是因为安尼的基础，基督就指派保罗去。执行对外邦人宣教的使命，我想这件代志嘛是使徒保罗伊一生做了上特别的所在，就是对非犹太人的宣教。所以保罗伊所做这一切，当咱即时咧看的时阵，有人讲这是保罗的神学，无论是怎样。那用保罗的神学，伊咧教导，也是伊的演示内面，当然会当看到，确实保罗是用真理做基础，
伊所领受的是对上帝遐来的。所以保罗会讲，教会若亲像一个身躯，是要为着实现基督互教会存在的任务。所以基督是头，教会就是伊的肢体。所以当保罗伫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中间15节到20节，是伊为着以弗所来祈祷的。这个祈祷中间，伊咧讲的，拢是伊已经知影的代志，就是伫基督内面有关以弗所伫信心方面的消息，以及以弗所因对信徒所表现的遐听的一个行为，这个代志伊拢知啊。所以咱会当对这段经文会当看到，保罗是一位代祷者，是因为伊持续咧为着遮个会众祈祷的宣教师。伊毋那是为着遐明白的个人咧祈祷，伊嘛为着遐个群体，就是离开伊远远，虽然伊拢捌伊的遮个群体咧祈祷。但是伫这段经文中间，保罗的祈祷是互人感觉无共款的所在，是因为伊讲的内容真详细。这段祈祷词若甲其他的使徒的祈祷比较起来，迄个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伊真伫这个中间用真详细的言辞，以及若咱看原文是一种真华丽的一种祈祷的词伫这个中间。咱若用保罗的思考内面来看，保罗这段祈祷文其实是要上赞上帝做目标，佮要将耶稣基督的告话，互基督成做教会的主、教会的头咧做祈祷。所以当保罗咧祈祷的中间，伊要传达一个信息是上帝伟大的权能。这段经文的思考是超越当时的状况，为着要讲这段权能的运作，所以耶稣对死告我，成做上帝权能记号的展现。各位兄弟姊妹，既然咱拢伫上帝权能的内面，那呢，咱会当做什么呢？上帝拢知啊。上帝拢会做啊，那呢？咱会当做什么呢？伫过去的日子，咱敢有互人听到对主耶稣的信心无？伫过去的日子，咱敢有伫信徒中间有迄种疼心的相关的行为无？保罗伊为着以弗所的信徒。其实，伊为因不停咧感谢上帝的时阵，伊而且搁咧祈求信心赏赐互信徒智慧，求上帝开心甲灵的时阵，迄是保罗咧为着遮个信徒咧祈祷。那呢？咱过去的日子也是现在，咱有祈求过什么也无？保罗的确为着咱留了一个真好的一个模样，就是伊一直咧为着信徒咧信仰顶面献上感谢，同时嘛咧坚定遮信徒的信仰咧祈祷、感谢、代祷，拢是保罗咧祈祷中间的内容。祈祷是咱甲上帝的对话。是咱伫信仰顶面真重要的一项工课。有人讲只有迄种骄傲、自私的人，因袂晓祈祷。但是当换一句话安尼来看，就是心中无上帝的人，伊袂晓嘛无愿意向上帝祈祷。当我咧拄到侪信徒。爱我为伊祈祷的时阵，其实我的祈祷嘛是为着因伫生活中、伫工作顶面会当做一个好的见证。所以过去有信徒会讲，兄弟姊妹甲我讲牧师，
我袂晓祈祷呢？也是讲牧师，我毋知要安怎来祈祷呢？也是有人会问讲，我真怀疑上帝敢有听到我的祈祷。通常拢是笃信主的人，伊拢会讲这个话，总是祈祷、感谢，其实真简单，就是敢若讲出你心中的话就好啊。其他的并无遐尼重要。即使若无将心内迄个真实的话讲出来，那咧祈祷就无算是祈祷。更较严重的，有可能是咧欺骗上帝。伫过去的日子，我会记得伫礼拜煞了后，牧师长老拢会徛到台前，为大家来做一个祈祷。有需要的人会当到台前来，然后牧师也是长老会为恁做一个祈祷。来台前祈祷的兄弟姊妹，大多数拢是为着家己的身躯的病痛、心灵的欠缺，也是家庭内面的代志咧祈祷。最拢是伫个人的需要顶面来祈求上帝的赏赐、恩典、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医治。不过，我咧思考的是，咱若将咱的眼光放伫上帝、放伫耶稣、放伫信心的顶面，互上帝来带领的时刻，那呢，咱所祈求的就无限制伫个人的身躯顶。咱的祈祷的范围会往个人往外来扩张，真做咱会当为教会的兄弟姊妹的需要来祈祷，咱会当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祈祷，咱会当为着咱未来所规划的方向来祈祷。各位兄弟姊妹，当咱愿意将家己的时间分别出来，献上祈祷的时阵，那呢，咱就有法度坚定行伫上帝恩典的道路顶面。伫今仔日的这段经文中间，还佫有讲到信心互咱智慧。智慧这两字是咧表明咱会当知影、理解有关上帝的代志。一个人要明白上帝，绝对毋是靠着家己的能力会当去达成的。是需要上帝的神来互咱的启示，所以咱过去有侪信仰的前辈，因可能因无读过真悬的教育，因可能字嘛认捌无多，总是因对上帝的代志真明白，因的信仰真坚定，因袂因为拄着困难。恶担当的事，因就离开信仰。颠倒是咱看到因是坚定持守伫对上帝的信靠。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中间，咱看到有侪这款的信徒，所以教会看起来因真遵守伫上帝教示的内面。信徒因虽然生活困苦，无亲像咱即马，咱要爱啥就有啥，因的环境嘛，互因生存有真大的压力伫个。但是因无因为安尼咧埋怨上帝，也是离开上帝，迄是因为有信心，互因的快乐甲因同在，互因明白上帝的慈爱。所以咱爱知影，伫即个世界，而且伫即个时刻，咱虽然受过较悬的教育，也是咱认捌侪代志，也是即摆的资讯真发达，咱只要 Google AI， 咱就当知影真侪咱无法度去明白的代志。总是咱爱谦卑落来，恳求上帝的启示。所以，咱基督教的信仰的奥秘，是伫谦卑的人的心中产生力量，却伫遐骄傲的人中间消失去啊！所以保罗咧称赞以弗所教会的信心甲疼心以外，嘛答应为因来祈求上帝的祝福，互因会当因为因所行的来见证，搁较明白耶稣基督拯救的疼。
所以当保罗伊咧为着以弗所教会祈求上帝开因的心捌的时阵，要互因知影因所受到呼召的愿望是甚物的时阵，其实这是保罗伊真重要。伊毋那是伫以弗所教会咧讲，伊伫哥罗西教会的培训中间，伊嘛咧讲，伊讲起初福音的真道传到恁的时阵，你着听见即个福音所带来愿望。那呢，恁的信心、恁的听心，拢是掠做为着恁保存伫天顶的愿望，正做根据的。这真清楚咧讲，即个愿望就是对天顶所来。伊嘛写互腓立比教会培训中讲，我按照迄个目标咧跑走的时阵，我是要得到迄个奖赏伫这中间。这个赏赐是属天的新的使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呼召我去领受的。所以咱会当讲，基督教信仰上大的愿望，毋是对人互咱的食的鼓励奖品，咱上大的愿望是对上帝遐来的，而且这是属天的一个赏赐。这个赏赐其实会当用两字来做一个，互咱明白的，就是得救。所以信仰若无法度，互咱的性命带来得救的愿望的时阵，那呢，咱所信的就空空，咱所信的就是假，咱所信的就是无实在的。基督教信仰上大的特质，就是咱的愿望迄个得救的来临。这个愿望是建立伫耶稣基督各活的基础顶面。耶稣基督是咱教会的头，教会的身躯。这是保罗来甲咱讲的，这是真重要，伫咱信仰内面的个别。教会是一个信仰的团体，是掠相信耶稣基督做咱生命救主做一个基础。所以，咱教会存在上重要的目的，就是爱宣扬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救恩。即使教会若失落去这个使命，那呢，咱存在的角色就有问题啊。所以，咱应该对保罗伊真努力咧建立这款的信仰的个别，咱来学习这个使命的重要性。所以，今仔日咱的教会，咱应该掠圣经，成做咱信仰指导的上关的原则。咱毋是用人的话语来建立教会，来办理教会事务做根据。咱是爱用圣经中间的话语，成做咱的中心。因为圣经甲咱讲，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拯救咱生命的主，所以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这个身躯毋是讲到咱的教会礼拜堂这种的形体，是咧讲到整个教会，咱的整个信仰的团体。咱的礼拜堂有水无水，迄拢毋是，拢甲这个身躯无关系。这个身躯讲的是组成教会每一个人，是耶稣基督身躯的一部分。所以身躯代表咱会当摸到、会当感受到、会当看到、会当体会到的实体。那呢，伫基督也是教会。也是咱每一个人，咱拢应该要有这种认识，就是咱所有所讲的、所行的，拢咧代表着耶稣基督。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伊的记号，咱身躯顶拢有伊的印记伫的。所以，咱袂当讲啊，我的生活、我的工作、甲我的信仰分开。
毋是讲我今仔日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了后，伫即个礼拜中间我是一个基督徒，出去礼拜长了后我就毋是，袂当安尼。咱应该是做伙，就是讲咱无论行到什么所在，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拢带着耶稣基督的身躯的即个记号。那呢，咱才会当互别人透过咱去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这咱爱会记住，因为这对咱来讲，咱生活伫即个世界，咱生活伫即个社会，这是真重要的。咱无法度讲甲分开，咱就无搁继续咧做。所以讲，咱每一个人，咱拢是耶稣基督的身躯的时阵。这是咱的一个个别，咱心内爱掠掉的。咱若无即种的认知，咱真好去见证耶稣基督伫你的生命中间，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咱来学习是，无论伫什么时间、什么的环境，咱拢会记得我的身躯顶有耶稣基督的记号。我会记得一件代志。就是我伫2009年来到教会的时阵，也有人会记得伫迄个时刻，咱教会主题是啥物无？还有人会记得无？对内是一个基督的教会，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会记得伫我来进前，就已经咧推动一年一本册，咱做伙来读。有在读敬拜人生、团契人生、侍奉人生、成长人生、宣教人生。我来时拄好读到后壁2本。我记迄个时阵，咱逐区、逐小组，咱拢会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定落来了，是一个全教会灵命成长的运动。这个内容对主日礼拜的出席、家庭小组的聚会、拜五的祈祷会，还佫有一寡作业，还佫有见证分享、关怀代祷。伫迄个时刻，咱教会迄种凝聚力真强。我会记得我真震撼的是，迄阵咱教会差不多600-700人，有一届拜五的祈祷会，差不多要换200人咧祈祷会。这是伫长老教会内面真罕咧看见的。总是无论是怎样，透过小组伫迄个分享即个内面，大家拢会动员，咱甲哀伤的同哀伤，咱甲欢喜的同欢喜。我想这一切基础，就是咱定注目伫上帝身躯顶。这个基础就是咱每一天。拢伫上帝话语的内面，咱每一个时刻，拢用祈祷来托住每一个兄弟姊妹、家庭小组甲教会。虽然我咧回忆过去的时阵，咧甲大家诉说者，毋是爱咱回去到过去迄种真看真好的即种状况，迄是因为现在的人甲环境拢无共款啊。世代已经咧交替啊，所以今仔日最昨甲今仔日，我看到侪我认捌的兄弟姊妹，我看见侪我无认捌的兄弟姊妹，我满心欢喜，因为安尼是上好的，代表咱教会有接纳侪人进来到咱的中间。虽然安尼，咱袂当否定过去所做一切，因为若毋是有过去的经验，成做咱现代的基础，互咱当徛伫即个基础顶面来往前来跑走，那呢，咱就无法度继续往前来行。所以我咧想，上重要的是，咱爱伫基督中找求上帝的旨意。咱爱伫基督中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咱爱伫基督中顺服信心的引带。若讲到这，有人可能头壳内底咧想，那呢？伫未来的日子，
要怎样来面对各项的挑战呢？也是讲，哇，等孩啊，未来有做未完的时间啊！想到这的时候，唔知有人会亲像牧师娘，都会甲人讲牧师娘，伊会讲，我伫遮，请差遣牧师去安尼。我知影，但牧师已经有规划，已经未来的目标，但是毋是伊家己咧做。我虽然无伫恁的中间，但是我有加入咱教会迄个 YouTube 的迄个频道，常常为恁祈祷，放伫我祈祷的大祷的事项内面。所以这时叫我们要邀请咱众兄弟姊妹，咱的注目不再是个人，咱的注目放伫上帝耶稣的信心的身躯顶，咱要用行动来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我会记得伫当时地牧师有讲，伊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邀请咱众兄弟姊妹，咱会当伫教会内面，将家己献上，找到家己的命定呼召。咱对咱的心内来服侍，咱来享受迄个服侍中间的喜乐甲甘甜。咱今年60周年，咱的主题是迦南60宣教路，薪火相传竹林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真惊拍唔到，我一再的确认。这是咱今年60周年，咱的主题。咱50周年的主题是迦南50相传勇士，兴起家光，万人服侍。10年啊，10年来，咱的标题主题虽然无同款，总是伫这中间有2个重点是同款的，就是传承甲宣教。我想这已经真做咱迦南教会的特色，就是 DNA 啊。这个特色是咱在场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的。也会当讲，这是上帝给咱迦南教会一个恩典的礼物。所以，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也会记得60周年的今年，咱做了最庆典的活动。这是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伫未来的一年，通过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也是咱众兄弟姊妹。咱同心合意，一步一步去完成这个传承甲宣教的目标，互咱迦南教会这个12届，成做这个所在的指引，互人会当进入到上帝的恩典，互耶稣基督的救赎，互信心的扶持，帮助每一个人，互因的生命会当发光。所以上尾牧师要问咱一句话：你愿意做伙行头前的路吗？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用你的名所设立的迦南教会，伫今年已经60年啊！伫这个时刻，我满心欢喜来庆祝，我满心欢喜来诉说上帝你的恩典。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伫传承甲宣教顶面，我会当有主同行，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忠直，阮做伙跑走伫这条无简单的道路顶面，互阮手中所做。阮嘴所讲的，会当荣耀上帝的名，互人得到利益。愿主亲身看顾，祝福迦南教会未来的每一天，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308首。阮要唱歌来学乐，请起立唱全首。即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主感谢你伫这个保守，伫这个带领，
带领阮头前的路，也常常靠着主你的话语来行做阮的帮站路程的，行做阮路程的光。主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丰富的赏赐，无论阮有偌济，只要阮有一粒甘愿奉献的即个心，主你拢看做宝贵。即时阮也要伫主你的面前来奉献阮所有，来成做教会事工的路用，来归正耀爸上帝。即时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奉献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请柯淑成长老来报告。好，大家平安。我来介绍吼，咱要介绍以前先来感谢咱今日来等来咱中间的柯新凯牧师，吼，甲张雅玲师母吼，咱搁一摆拍鼓来感谢你。雅玲师母伫后壁的所在好，所以因即马许承恩甲许伯恩已经拢大三甲大四好，一个伫政大。大三甲大一一个读政大，一个读清大，好，所以拢真优秀好，所以咱真欢喜看到因转来。今日咱嘛有真侪人客头一位是我的学长伫即个丰谷教会退休的许宏远牧师好，咱拍鼓来欢迎。伊即马退休住伫咱八德丰德路的所在今日头一届来咱的中间。好，咱嘛来欢迎伊，许宏远牧师，然后还有田佳琪姐妹是咱这个嘉硕长老的朋友，做第三楼的所在，咱拍鼓来欢迎。田佳琪姐妹，伊是住伫这个大园路的所在，是伫这个左越北大行道会的主会咱还有一位是即个郑文明弟兄夫妇伫即个谢清长的边咱嘛拍鼓来欢迎。今日还有看到即个王孝仪孝仪伫啥物所在？这伫孝仪兄伫咱个中间真久无看伊即马拢住伫台北所以有转来咱的中间。然后今日还有即个长咱伫教会有来举行即个陈立志长老的个别礼拜，即个伊的后生查某囝慈雅甲慈普伫咱的中间要来甲咱大家来说下，请慈雅慈普徛起来来甲咱大家来听礼，多谢大家伫真短时间安尼斗协助，即个立志长老的即个个别礼拜当真顺序来办完成也继续为着慈雅甲慈普来代祷。好，慈雅、慈普因拢伫慈雅伫财政部，慈普伫即个台电核二厂在上班咱头前嘛有3位新的朋友即马伫即个里面在分家的所在好嘛，欢迎你欢迎你们3位，好，咱拍鼓来欢迎。好，请坐。好还有新的朋友交代我讲袂使介绍所以无甲介绍安尼。好，总是咱今日有即个真侪朋友真欢迎好，咱来看一个影片是咱即个教会青年伫10月10号双十节因的即个退休会影片帮我们来放一下。伫即个10月10号连续假日，咱的教会青年有去到伫即个宜兰的东山底下有2天1暝的即个青年退休会。顶届牧师有分享参加青年退休会很累因为他们省吃省用拢爱用行路的骑铁马所以真辛苦搁算创较足暗的足早就爱起来，所以这是少年的才有法度的。
是恩赐怜悯相待。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在找谁？一直找，好哪去哪？所以到底是谁？原来是你啊！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Here we go. 2, 3, we go. 大声来欢呼！That's right, that's right. 事事承受你，向你来歌唱，因你是拯救我们伟大的神，我们尊崇你，承受你这是生命。第二天的活动哦，去到伫中心文创，底下爱有各样的闯关，然后爱完成各样的挑战跟任务哦。其中一个是爱用这个台语来唱歌哦，所以每一组拢爱将这首歌《让爱走动》，家己想办法翻做台语。相相惜惜，我出上帝的听他。荣耀尊贵之名，天是属于你，地也属于你，一切所造之物，起来赞美你。好，咱拍拍来感谢咱遮的青年哦，提供因遮的去退休会影片哦，甲你隔壁讲少年真好，啊对你边仔讲你阁足少年的啊。咱后礼拜大家要做伙来少年哦，咱的教会要庆祝60岁年定哦，好，所以咱要伫桃园国小，吼，咱有即个庆祝的这个礼拜，然后要伫礼拜煞，咱有即个活动吼，咱阁来看这块影片哦，互咱知影咱后礼拜要进行这个活动，好，请来播放一下。弟兄姐妹平安。11月2号就是我们迦南教会60周年的运动员游会了，我们地点在桃园国小。那当天呢，我们有设计许多闯关活动，鼓励大家踊跃来赢得摸彩券哦。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关卡吧。这是第一关，然后你就是把监狱这个球甩到这个桌上，接住就过关了。对。欢迎的小指这样。只要想办法把这粒球冲在顶端，接下来这一关呢，就会当领到一张摸彩券。然后这样丢过去，让那个塔整个就是翻倒就赢了。好，这投准嘛？没错，那你就一次机会哦。好，那就在这边。OK， 来。冰岛啊！接下
来呢，就是用这颗垒球，然后在那条线从这边丢过去，让接球员可以在圆形的范围内接到你的球，就完成啦。好，球给你，一次机会哦。接下来这关要投篮，把这颗篮球投进篮筐里面，这样就完成了。很简单啊，一次机会。OK 啦。接下来这一关是折返跑，你要从那个起点开始跑，这里总共有4个盒子。你一次只能把1个盒子拿回来，把4个盒子全部都拿回起始点的时候就结束了。那我会帮你计时哦。预备。28秒39。这一关是双人跳绳。你知道什么是双人跳绳吗？跳绳知道啊，以前玩过，但是我找那个小周跟我一队。OK。我们2个来。那你们准备好就开始。7、8、9、10。最后2关是排球跟躲避球。可是这2关要10个人一起组队。10个人？对啊。可是我们2个。咱拍波来多少？咱50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去闯这8个关卡。每一个关卡呢，我们都会设定破关条件，只要你达成了，我们关主当场就会给你1张摸彩券。所以呢，我们有8关嘛，你最多可以拿到8张摸彩券哦。那这个摸彩呢，我们会在运动结束之后回礼堂进行，我们会抽出60个奖项。你只要在这个运动时间闯越多关，拿到越多摸彩券，你就更有几率拿到好奖，而且是可以重复中奖的哦。那就是11月2号，我们在感恩礼拜之后的运动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动一动吧。好，我们请陈汉来补充。好，拍手来欢迎陈汉执事。好，大家平安。平安。弟兄姐妹好。那11月2号就是我们那个60周年那感恩礼拜以及运动会。那这边有一些那个重要提醒，要先跟大家说。好，那我们当天要进桃园国小的时候，就是统一都要从这个桃园国小的后门，就是民族路这个路口进去。对，我们那个从民权路那个以前图书馆那边的，因为活动，因为那边有活动封路，所以那边的校门不会开，所以我们统一都有这个后门进场。哦，对，谢谢。然后这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右上角，就是那个这个是这个就是后门。那这个地图也是我们当天活动的一些流程跟地点。我们9点就是第一个那个感恩礼拜，会在左下角那个橘色屋顶的礼堂，所以大家一进校门之后就往这个正前方走，然后走到礼堂，然后就进行感恩礼拜。那我们感恩礼拜之后呢，就是会到操场中间有60周年的大合照，然后跟那个暖身操。然后最后就开始运动，然后最后会回刚才那个影片说的，就是回礼堂摸彩，然后跟一个闭幕仪式，然后就会散场。好，那这张图呢，是我们刚才那个影片里面，然后关卡的位置。所以其实我们都是设定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老少咸宜的那个运动，所以就是像剑玉啊，或是篮球等等，就是大家可以尽情的闯关。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运动里面，不是只有就是纯运动而已。我们又结合教会的历史或是一些教会的元素，所以像比如说牧羊人下班，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折返跑，对，就是大家就是充满创意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跟去闯闯。那如果太累想要休息的话，也没关系，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司令台的左右2侧，就是我们这次也是希望通过60周年这个欢庆，然后也能够为桃园的慈善来做尽一份心力。我们有邀请6个那个慈善团体，然后在我们当中就是他们会宣导或是一些摆摊，就大家如果累的话，也可以去这6个摊位走走。
好，那之后这个就是刚才说会抽出60个奖项嘛，对，所以这大家可以看一看，比方一下。所以我们头奖就是厨师机，然后2奖到10奖就是续集的餐券，然后下面就是像蓝牙喇叭或是一些礼盒啊，或是那个礼券，所以就是奖品非常丰富。就大家都是邀请大家60周年之后，60周年的感恩礼拜之后，一起来动一动。好，谢谢大家。手上那2张。哦，对哦，好，对，那这2张就是我们放在1楼中岛的邀请卡，有名片的，然后也有这种大张的邀请卡，就是大家可以多拿几张，然后多邀请自己的家人，或是他会去邀请自己的同事朋友。那上面都会有 QR code 可以扫描报名。所以我们这个活动要报名哦，就是我们有一些事情的准备跟餐盒登记，都会需要请大家先帮我们填写报名表。那我们的报名时间到这礼拜1，10月27号。明天。对，明天。对，所以就是大家那个加紧脚步，就是赶快报名。目前有560个，560个人参加。对，就是我们期待可以达到600个人的目标，所以大家可以再加把劲。好，甲你隔壁讲，咱邀请600个做伙来庆祝，咱邀请600个做伙来庆祝。好，咱拍拍来多谢陈汉执事，而且补充甲说明哦。好，嘛感谢外展部门因伫即个所在用真侪时间来筹备。咱伫11月初9有第6次的新礼典，若要参加报名洗礼，请伫今日即个礼拜主日以前，向咱的区长、小组长来报名。好，小等咱即马就来敬上咱的即个敬老会啊。好，咱伫咱的周报的第2页，好，有咱教会满70岁以上的兄弟啊。好，咱要先来请一个代表，好来领奖，好，小等咱才请咱大家做伙徛起来。好，咱也要来请即个咱的董事长啊、陈美惠长老，好来代表来领奖啊，请来到伫台前啊。好，咱70岁以上好，教会会主持一个弘扬节礼金红包。如果你是70岁，请你徛起来，好，你如果是咱教会会员，好，咱会赠送你一个中央节的红包，好，如果你不是会员，好，无这个红包，但是有一盒这个红菇粿哦，好，若是咱的会员，好，有红菇粿，好，嘛有这个红包，好，咱来甲咱遮70岁以上的长辈啊，咱来拍拍来甲因恭喜哦。家有一老安怎？如有一宝，好，咱江南教会有189老，好，就有189个宝，好，所以咱为着咱家的长辈好，因拢会当身体才健康，好，逐礼拜拢会当来教会做礼拜，好，咱真正爱感谢主，好，我知影今日咱在座有一个兄弟啊，虽然也不是咱的会员，好，但是这个兄弟啊，伊106岁啊。106岁啊，坐喺后壁的所在啊，好，咱嘛甲伊恭喜啊，拍婆啊吼，106岁啊，106岁啊，好，伊真客气来第4遍啊，好，不过啊，伊讲卖介绍哈，但是真无简单，106岁，哦，阮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啊，咱得到上帝恩典祝福。好，你若摕到这个红菇粿吼，甲这个咱这是寿头，歹势，不是红菇粿哦，是寿头，吼是寿头，吼，因为这个红菇粿较袂当啃哦，这个寿头会当啃5天，好，所以咱用5粒寿头来，是6个寿头，5粒的6粒，5粒，吼5粒，啊，对对，会使，盒子，会当关灯去嘛，当回收。好，咱搁一摆来拍婆来恭喜咱遮70岁以上，吼，咱遮的兄弟甲姊妹啊，吼，愿上帝啊，祝福因拢当身体臃肿，吼，心灵，吼，真平安，真喜乐。好，我想伫这所在牧师若要邀请咱大家吼来为因祈祷，吼，因为咱遮的兄弟哦年纪大，吼，总是因真需要大家的代祷。
好，愿上帝也赏赐互因，好，让有真健康的身体，真平安喜乐的心神啊！好，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好，咱做伙来为因祈祷。亲爱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日是一年一变的中央节的敬老会。阮为着阮伫教会中间有189位超过70岁兄弟姊妹来向主献上感谢。虽望也有一寡兄弟即马无伫阮的中间总是每一个拢是上帝你的恩典所引带，上帝你的福气赐福满满，要点伫因逐人的心上。阮也恳求上帝，互阮遮在座也是伫阮教会中间的长辈，互因食愈老身体愈臃肿。互因年纪愈大，信心也愈大，互因当为上帝来做真水真好的工，也互因当来敬畏上帝，也当疼人疼家庭，也愿主你赏赐因有健康的身体，互因每一天都会当过平安喜乐的日子。愿感谢主，阮同齐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恩祈祷恳求，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罪名来求。阿门。好，咱个一摆甲因拍拍来甲因恭喜。所以甲你隔壁讲，伫教会65岁是少年的吼，咱教会65岁，抑阁是少年的，牧师像牧师这就是幼气的，就是幼气的，许牧师嘛是幼气的。好，咱伫今日中昼有即个财务部的会议是12:15伫4楼。咱煞食的拜五，暗时有即个60周年的感恩音乐会即个柯牧师、陈牧师、曾牧师，因拢有会来参与。咱除了要来回顾咱教会60周年，咱嘛特别邀请伫咱过去嘉南教会遮的长老拢总有58名的长老，咱嘛真也甲因邀请，希望因拢会当来代表咱嘉南教会60周年，遮的历史，做伙来参与。所以咱迄天是拜五暗时7点半伫2楼的礼拜堂。拜五暗时几点？7点半。伫即个所在。咱迄天有会来准备真侪音乐的节目。阁有遮的纪念。然后咱刷的时阵，嘛拢会准备即个餐点互咱所有参加遮兄弟姊妹。所以邀请咱当踊跃来参与。所以咱若要摕即个邀请卡，是讲即个邀请卡甲即个大张的小张的伫1楼的楼骹都有这个音乐会甲咱的感恩礼拜邀请卡。咱伫今日第4礼拜，咱伫10点半有即个社区的医疗咨询。拜三，咱的双大讲座是讲到心血管疾病的杀手招金的三高，要邀请咱当来做伙来听张医师的分享。咱伫来即个拜四，咱的协会要去参观即个1919救助协会，要来去访问咱的李干事要做伙来代表去参加。伫来即个拜六上午10点，咱有即个上年大学的即个委员会。咱的桃家的互助社的奖学金会申请到10月31号拜五10止所以咱若是伫即个社员有即个在学的子女会当来互助社来摕即个申请表。咱嘛爱拍拍来感谢咱今日来献即个4个萨克斯风咱遮的4位兄弟咱来甲因拍拍多谢因的即个演奏。因是头一摆处女秀安尼总是因伫今年的圣诞节嘛有节目咱嘛真期待咱兄弟姊妹若有兴趣伫咱拜2暗甲拜4暗有即个在6楼有这个萨斯风的即个学习的即个兴趣班拢希望咱大家当来参加。咱做伙来读今日的金句咱来弹2摆请。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互恁通知伊选调恁来得到的愿望是甚物？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偌尼丰富。以弗所书1章18搁一摆。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互恁通知伊选调恁来得到的愿望是甚物？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偌尼丰富。以弗所书1章18。请咱做伙来吟成员的诗歌390首，
俄罗天父吧吼本源，临时煞请土生凯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礼拜到这，请互相交易。